面门台一想要要客栈，阮客栈什么话？明年当中阮客栈什么话？炒西顿煎，炒西顿蒸的茶，炒西顿煎，热茶。现在真的燕窝，燕窝，麦豆，大胃的这份要打橄榄不是端。橄榄木西端，木西端，大休这讲，豆糕特别棒的，好就行了。炒西端，煎，热茶，燕窝，麦豆，橄榄，迦南地方，迦南木西端，西端，木西端，有个女子来呼着讲，大休这讲，炒西顿，煎热茶，燕窝麦豆，迦南木西端女子，木西端，大休这讲，炒西顿煎热茶，燕窝麦豆，迦南木西端，大休这讲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都有酒，我们都有唱。贝呀哈，我们与歌族，人民大团结。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，对着老岗北漠北